窑鸡上桌，香气四溢。金黄酥脆的外皮底下，肉嫩多汁，让饕客食指大动。标准的做法，一定它必须要从170进去开始。客人现点现烤，徐玉树盯着厨师控管瓮窑温度的拿捏。柴火的火候是影响美味的成败关键。鸡肉品质也从饲养开始把关，放养的鸡不投药，不打抗生素。这边因为有荔枝树啊，有橄榄树这些，然后它结果了之后，因为我们没有去采它，都掉下来啊，然后这鸡它也去吃这些东西。这些鸡只可是有专属 Villa 的教课，几栋造型像罐头的水泥涵管被徐玉树拿来当鸡舍。往里面一看，还有更多发现。像这还依稀可以见到以前的电扇，然后这旁边会放一些东西，还有插头这些啊，这是床啊，进去就是睡觉了。所以我感觉上啊，他们的心情都不错。睡在里头会是什么感觉？把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实现。原本他跟好朋友斥资近100万，好不容易运来12吨重下水道的涵管，装潢成民宿，却因为不懂法令问题被迫停业。所以你说这个让你学到的就是，我妈该上班啦，他做高义的。妈妈给上班没什么关系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董家出高台来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。荒废的罐头屋重新利用，到竹山学烤瓮窑鸡，农场里有了重新的出发。徐玉树乐观地想，美食美景一样有观光卖点。我们每天看着它，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大玩具啊，也是赏心悦目啊。追求梦想的过程常常被迫转弯，但不怕挫折，就有机会找到新的出路。妈妈给上班，董家出高台来。妈妈给上班，董家出高台来。